今天借用这样一个因缘，早上师父就跟各位大家简单报告：你所说的话，就是你所修的路了。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你所修的道路。怎么这样子讲的呢？好，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大家听，给大家来互相勉励。有一个弟子啦，他就跟着师父呢，城市里面去化缘进城以后啦，这个车水马龙非常的繁荣很热闹。这个弟子呢就说了：“师父今天我们肯定能够画到不少东西一定会画到不少。”师父呢，他没讲话。这个弟子就刚说完以后，有人呢狠狠的非常凶巴巴的从那个店里面扔出一个玻璃酒瓶结果碎了一地。师父呢就停下脚步，把这个玻璃的碎片捡起来。这个弟子呢，他不了解，他就问了：“师父，你多管闲事干什么？反正呢，我们也不常到这个城里面来嘛。玻璃呢，它碎掉了，它也砸不到我们，还是赶紧去化缘吧。”这样子是单单为自己考虑。师父呢，就指着不远的地方向他们走来的有一个人呢。师父就说了：“你看见了吧？你看见了吧？他拿着拐杖走在那个盲道上面，他眼睛是有一点问题肯定眼睛不好。万一如果被玻璃碎片砸到，那怎么办呢？而且这个大街上面人来人往这个碎片很容易就砸破车子的轮胎，还有许多人穿着凉鞋，若不小心踩在上面，那就会伤到脚的你知道吗？”这个弟子们呢，就为了师父的善举这种很好的行为，心中油然升起那种恭敬心。他们就将玻璃碎片全部都捡起来，然后倒进这垃圾桶里面，然后他们就去开始化缘在一家店铺门口化缘的时候那个店老板就一脸很臭不屑的脸色，不怀好意的就骂他们说：“像你们这样穿着和尚的服装骗人钱财的，我遇到太多了。你以为你穿个马甲吗？我就不知道你们行骗的那种行为吗？我店里面还没开张，你就要来要钱，晦气，真是晦气！滚开，滚开！你赶紧消失！不要影响到我的生意，否则我就要报警了。”面对这一种无理的谩骂这个弟子准备跟店老板理论了。这个师父呢就拉住了他，说：“施主请息怒，请息怒，对不起，打扰啦，祝你生意兴隆，广结善缘。”他们刚刚准备离开结果附近呢刚好有一个商店的主人走过来，对刚才这种无理的那个人就说了：“哎呀，他们两位肯定不是骗人的，因为我刚才看见他们扶着这个盲人眼瞎的那个人过街，而且把地上的玻璃碎片捡到垃圾桶里面。如此，他们心存善念的人怎么会骗人的呢？”说完他主动的给这两位师徒呢送上一份心意并热情的来祝他们一路平安。师徒两个人微笑着鞠躬表示感谢。这个弟子呢在旁边就说了：“师父这个世间上还是有好人相信我们的。”师父这个时候就开了金口了，他就说了：“记住，我们所说出去的话，你付出的一切这些善的行为，就是你自己所修的道路。心存无边的善念，你的路就不会断头了。你所付出的一点一滴的
善的行为，你的缘分就不会结束，你的善缘一定会到来，总是会有人扶你一把的。各位啊，我经常告诉我们法师啊，或者所有十方信众啊，过去我们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良言一句三冬暖呢，恶语伤人六月寒。好话一句，冬天也会感觉很温暖的。恶语啊，很凶巴巴的，很恶毒的批评别人，恶毒来重伤别人。在6月那种非常闷热那种天气了，你也会听到这种话，你会感觉很寒冷。所以善良的话，就像春风啊，使这个万物啊萌动生机，慢慢的长出生机，明媚灿烂。恶言就像一把毒箭一样，阻挡了友爱，使你的爱意会凋零呢，善良会枯萎。我们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就是铺在你今后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块砖呐。而好的人缘就是一个好的材料，有了好的材料，铺在人生的道路上，才有好的未来。所以我们每人呢，都一定要存好心，说好话，要做好事，要带笑脸，然后多念佛。如果大家都能谨记在心，这个社会会更加的和谐，你的道路你自己本人呢，会走得更顺畅，更开阔，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注意刚刚师父跟各位报告这个公案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大的警惕，也是要随时来自我勉励的地方啊。说好话，人人都非常喜欢听，但是我们要很中肯、很实在，来用诚心来对待别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修行才会日日进步。我们今天将此功德回向给十方众生，回向给十方法界，能够灾难不起，祸患不生，人民都可以安乐，天下太平。感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